香港隊喺上星期五6月5號中午宣布咗盧比道由暫代教練轉正成為正式教練，同日以2-0贏波，主場贏蒙古。但係之後喺6月9號星期二就作客輸咗俾柬埔寨0-2。香港波迷撐香港波，如果你都係同好咧，記得就訂閱呢一個 channel 啦，希望你都會支持我繼續出片。喺呢條片出嘅時候咧，大家咧就算有後悔咧都冇辦法啦，因為唔上都上咗啊！睇下盧比道嚟緊點樣可以幫助香港隊啦。咁講真，我唔否定盧比道咧有一定帶隊嘅能力啦，同埋熟悉咧我哋一啲本地嘅球員，熟悉香港足球嘅環境同生態啦。不過當初足總公布有成300幾個人 send CV 嚟入紙申請啦，又話逐一咧會面試啦，最後出到嚟咧都係揀翻盧比道咧，就有啲失望噶。咁我估啊，球迷間啊認為，如果當初一開始韋斯活嘅離隊啦，咁即刻揀去成為港隊嘅教練咧，反而大家咧去到呢一刻咧都冇咁多負評喎。咁始終而家搞咗一大輪嘢啦，最後咧都係揀翻去咧。就好似希望越大，失望越大啊！盧比道生涯咧係唔差嘅，有豐富嘅西甲經驗啦，但係教練咧就只有東方。之前咧只係喺傑志做過助教啦，對比起前2任啦，西木同埋安達臣啦，喺教波方面咧就係有啲輸蝕啦。咁同埋啊喺戰術上面，我自己認為咧同前2任咧都係有分別之處嘅。咁就係安達臣同埋韋斯活啦，都係咧比較進取嘅教練嚟噶，進攻時啦，球員咧會多壓上前去參與啦。而有留意盧比道咧帶東方啦，咁我就發現咧佢係比較保守噶，好多時場波嘅戰果咧都 keep 喺1-0啊、2-1咧，咁就完場啊。咁即管咧就睇下港隊會唔會咧又係咁樣啦，咁樣啦又反唔反映到足總咧又想去翻以前嘅防守為先嘅打法咧？變嚟變去，最後都係要原地踏步。咁之前啦，暫代身份帶領港隊啦，喺90分鐘內咧都係冇贏過波噶，2場嘅省港杯都係和波啦，最後12碼就輸咗添。賀歲杯對首爾 FC 90分鐘都係打和1-1嘅，咁12碼就好彩贏咗對手啦。咁3月嘅國際賽期有一場嘅友誼賽最終係取消咗，咁直接就喺最後一場嘅亞洲杯外圍賽對同樣出局包尾嘅印度啊，咁作客係輸2-1，咁所以叫做帶咗4場波啦，3和1負，好唔好咧就真係見仁見智啦。咁而家有2場波嘅參考啦，我哋先睇翻盧比道正式上入嘅第一場波對蒙古喺主場大球場踢噶。呢一場波見到足總咧都好用盡方法啦，去吸引球迷入場，有陀螺玩啦，亦都有一個嘅作客球衣嘅禮盒。但係最終咧呢一場咧，其實都俾我自己心目中咧係有驚喜噶啦，有6000幾人入場啦。我自己估咧原本呢一場咧可能連旺角大球場都坐唔爆噶。咁睇翻正選嘅球員啦，咁就用咗龐卓希啦、余子南啦就係隊長喎。周元德啦就帕勞列斯啦，2位中堅，仲有陳俊一啊，呢個係4人嘅防線。中場咧就有陳俊樂、王威、馬希偉，前鋒咧就用咗祖連奴、安永佳同艾華頓。咁祖連奴喺5分鐘啦就接應馬希偉嘅落底傳中啦，無人看管控定咁樣射入噶。咁如果對手咧係快少少拍埋嚟咧，呢一球都未必入到噶。咁之後啦，正如我所講啦。呢一場波係變得保守一啲噶，蒙古咧都有追和嘅機會，但係佢哋咧就把握唔到啦。去到尾段，吳宇希啦就搏到罰球，自己操刀罰球直入啊！不過咧就睇翻呢一個嘅直播角度去睇啦，呢一球咧其實就真係好似唔算入噶，佢仍然咧都係喺滴落嚟嗰下啦，都喺8界嘅上邊嘅啫。
咁冇 VAR 亦都冇門線技術，咁就冇辦法啦。旁證話入，咁就當咗佢入啦。港隊以2-0就贏波。咁呢一場我揀踢得比較好嘅球員啦，就會係揀馬希偉啦、吳宇希啦。呢一兩個啦都係本身跟開阿盧比道踢波嘅球員嚟啦。馬希偉今場啦睇落就比以前係有速度咗啦，同埋身形係好咗嘅。咁前插咧都多咗啊。咁不過咧，都只係得上半場嘅啫。吳宇希啦，同喺中超一樣啦，都係後備入替啦。咁但係佢入替之後，確實咧令到港隊係多咗一啲進攻嘅機會。咁之前咧都係冇咩埋門噶啦。咁喺佢入嚟之後咧，港隊係閂咗好多啊。佢嘅腳法速度仍然喺度啦，有啲似另一邊嘅艾華頓啊。不過咧埋門咧都仲係麻麻地。我相信啦，如果佢有埋門嘅話咧，冇咁多球迷咧會喺度鬧佢獨食啊咁樣。而我又諗，如果咧艾華頓咧仲有翻全盛時期咧，如果佢同艾華頓一左一右嘅話咧，哇！呢個港隊有機會咧都係踢得好出色、好燦爛嘅進攻啊！咁略言咧都要講下啦，唔知係戰術啦定教練嘅要求啦。好多時咧呢一場波裏面啊，兩閘兩翼都上晒嚟前場噶啦，咁喺兩邊啦。不過落到底線啦，球員咧都會將個波咧係傳翻去後場啊，咁浪費咗好多進攻嘅機會啦，亦都係迂回咗，似乎咧就有啲類似拖時間咁樣去運用猜傳啦。令到咧，其實呢一場波咧係比較慢嘅感覺上。咁第二場波啦，就去到柬埔寨踢啊。咁正選球員比首場係換咗3個人嘅。咁因為一仔啦上場踢下就受傷啦，咁佢甚至乎係要退隊添。早年路啦，因為有小朋友嘅出世啦，所以亦都冇嚟到柬埔寨。咁喺正選上邊啦，亦都收起咗上一場正選嘅王威啦，咁換成正選咧就多咗顏卓彬啦、杜國瑜啦同孫銘謙。咁賽前盧比道都話陣容係不整嘅，時間亦都唔足，我就唔係好認同噶，因為就算少咗陳俊一啊同早年路咧，陣中其他都其實都已經係港隊最好嘅人腳嚟噶啦。而國際賽嘅時間就係得咁多，邊有得俾你呢？係想有1個月嘅時間去練波呢？咁當然可能佢都知呢一場係難打啦，咁為輸波可能係製造一個藉口啦。而確實咧，呢一場波比對蒙古嗰一場呢係踢得更難睇噶，猜傳控波效果完全係做唔到出嚟啦，好多傳失啊，好多失誤啦。唔好話係要喺對方嘅禁區外圍去做傳控啊，係根本連個波要猜上前場呢，呢一班港隊球員都係做唔到嘅。埋門更加可以話係冇啊。咁賽後數據啦，全場嘅射門呢，港隊只係得2至3次嘅啫，冇一球中籠噶。世界排名第22位嘅對手柬埔寨啦，就有15球射門，2個嘅入波。咁唔講啦，我以為對手咧係高一班嘅球隊，甚至乎可能係踢緊世界盃嘅球隊。我哋咧係一隊魚腩啊！正如我所講，盧比道保守行先係緊噶啦。咁賽前嘅陣容都睇到防守球員咧係較多啦，有可能係踢一個3中堅嘅陣式啦。杜國瑜咧可以有陣時喺中堅啦，亦都可以喺中場位置。咁當半場落後嘅時候咧，竟然盧比道都無意去作出換人去換陣改變下，令到成場波啦都可以話咧係冇咩轉變嘅形勢啊！呢個啦都可能反映緊教練賽前係冇預算到會輸波先啦。定係唔熟對手冇戰術嘅針對性啊？定係計錯數啊？咁唔知啦。盧比道啦就話要俾啲時間佢啦，唔係只係睇1至2場波啦。咁但係由韋斯活落台到佢由暫代去到而家咧，都已經帶咗至少3場嘅正式大港隊嘅比賽啦。咁計埋省港杯、賀歲杯6場波噶啦。咁你哋又肯唔肯等咁耐呢？對照翻安達臣、韋斯活6場波，其實都已經係睇到佢有隊形噶啦。
而另外亦都想講啦，講緊而家呢一隊咧，都唔算話係以年青球員好為主嘅球隊噶啦，真係咧出到去仲叫年青嘅最多只有吳宇希啦，20歲啦，趙聰吳21歲啦，龐卓希、金志健、池英、馬希維22歲。但係喺呢一場波或者呢兩場波裏面啦，正選嘅咧呢幾個淨係得龐卓希加埋馬希維，其他講緊都仲係用緊咧之前嘅一班大港腳球員啦，有啲已經係30幾歲噶啦，咁係同一班人嚟噶，可想而知，大家都見到啦，出到嚟嘅效果用人啦都係好唔同噶，就咁睇咧，盧比道繼續教嘅話咧。前景咧，講緊港隊嘅前景啊，都係比較暗淡噶。咁唔知你哋又點樣睇盧比道執教港隊啦，同埋嚟緊港隊嘅前景呢？嚟緊港隊咧就會係9月啦，就會出戰東盟杯啦。咁對手咧都會係緬甸啊、老撾啊、文萊、東帝汶，同埋又係呢一場嘅對手柬埔寨啦。咁呢一啲嘅對手咧，其實計翻世界排名咧，都可以同我哋差唔多啦，甚至乎低過我哋噶。理應咧，我哋要贏呢一個杯嘅冠軍咧，應該係要做一個最主要嘅目標啦。但係而家睇嚟咧，似乎啦都未必可能贏得到添。咁足總啦，仲話想喺啟德場去踢呢一個嘅杯賽啦，俾港隊係再次坐爆啟德場啦。咁唔知有冇機會係再次發生啦？你問我啦，我自己覺得咧，盧比道上任港隊咧，其實係一個雙輸嘅局面嚟噶。咁頭先講咗好多對於港隊可能一啲不利嘅問題出現啦。咁其實對於盧比道嚟講咧，佢而家咁樣咧，都係畫花咗佢自己嘅 CV 噶。咁佢之前咧執教球會經驗啦，唔算話太多，其實都係得3年到教東方。東方嘅陣容唔算話好好啦，但係亦都唔係話好差，咁樣啦可以俾佢帶出嚟啦，係贏到咧幾個杯啦。咁如果當初佢真係離開咗東方而去傳聞啊，係話有中甲球會啦，亦都有本地嘅區隊揾佢啦，我覺得呢一個方面咧，反而對佢嚟講係好好噶。佢喺睇一啲年青球員方面啦，用人啦，係真係做得好好嘅。我自己覺得呢一方面係佢嘅優點嚟嘅。但係始終去到國家隊啦，或者我哋香港隊嚟講啦，唔係話你要用年青球員咧夾硬升佢上嚟去踢，俾機會去踢就有進步嘅。我覺得年青球員你要培訓佢，係要交翻俾青訓去做啦，或者交翻球會去做。而大港腳你真係要用一班最好嘅球員，就咁用你嘅戰術，用你嘅配搭，就咁就要出去踢噶啦。咁所以啦，我自己覺得啦，盧比道咧真係咧係適合球會執教啦，係會比喺而家港隊執教咧係為好嘅。嗱，佢自己就話集訓時間唔多啦，令到呢一場波可能踢得唔好啦。咁但係下一次港隊9月嘅時候，佢其實集訓嘅時間都唔算話太多，可能都係一個星期時間俾佢集訓嘅啫。喺東盟杯裏面又會唔會可以踢到另一隊嘅港隊出嚟呢？咁我希望啦，好多球迷嘅發聲啦，呢兩場波啦嘅表現啦，希望都唔好影響到咧一班嘅球員啦，唔希望咧呢個嘅意志低沉啦，令到啦就係上上下下啦，教練、球員、球迷，大家啦都互相產生一啲嘅矛盾，一啲嘅火花。我哋應該係要團結一心，繼續去撐香港隊。今季就完結噶啦，稍後啦，大家咧應該都會專注喺世界盃嘅當中噶啦。咁之後再同大家就傾下今季嘅港超啦，同埋展望來季啦。咁希望大家都會繼續支持香港波迷，支持香港波，無論輸贏都好啦。發表大家嘅感受之後啦，都仍然坐翻埋一齊，繼續去撐香港足球。我都需要大家嘅支持噶。